大家好，我係陳秋玉校長。有啲新來港嘅家長對於香港幼稚園唔係咁熟悉，對於點樣去選擇幼稚園感到好困難，所以今日我就為大家嚟到準備咗一份超實用嘅香港幼稚園入學指南。香港嘅幼稚園全部都係屬於私營嘅機構，由志願團體或者私人開辦，分為非牟利幼稚園同埋私立獨立幼稚園兩大類。其中非牟利幼稚園可以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呢一類嘅幼稚園佔總數70%以上，而且係遍佈香港18區。合資格入讀嘅小朋友可以獲得政府學費嘅資助，大部分嘅半日班都唔需要交學費，而入讀全日班一般就需要交學費。除咗學費，學校一般需要收取書簿雜費，呢啲費用已經包括咗小朋友使用嘅課本、茶點、圖工材料等等。如果你嘅小朋友準備喺明年入讀幼稚園，家長就需要提早1年向教育局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有關嘅申請一般都需要6至8個星期嚟完成。家長需要將註冊證交到取錄小朋友嘅學校，先至可以完成註冊手續。家長可以去到教育局分區、各區民政事務處或者前往幼稚園索取註冊證嘅申請表格。私立獨立幼稚園係唔會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家長如果打算報讀呢一類嘅學校，就唔需要申請註冊證啦。香港幼稚園一般會分為上午班同埋下午班，有啲幼稚園亦都會提供全日班。上午班嘅時間通常係9點至到12點，而下午班係1點半至到4點半。全日班通常都會係由9點至到4點半。家長可以因應小朋友嘅作息時間或者自己嘅工作安排嚟到選擇合適嘅學制。新來港家庭喺選擇幼稚園嘅時候，除咗考慮幼稚園嘅辦學理念係咪同自己期望相符，考慮學校嘅類型，亦都需要根據平日係咪住喺香港或者需要跨境就讀而有不同嘅選擇。對於住喺香港嘅家長，選擇距離屋企較近嘅幼稚園會方便接送；而跨境嘅家長就需要考慮幼稚園係咪距離關口較近，有冇提供校車服務，或者有冇針對跨境學童提供嘅特殊安排等等作出選擇。有啲家長會擔心小朋友唔識得講廣東話或者英文，其實呢啲都係唔需要擔心嘅。針對住小朋友有可能遇到嘅語言障礙，我哋幼稚園嘅老師會提供額外嘅語言支援，幫助小朋友盡快咁適應香港嘅語言環境。同時，我哋都會鼓勵小朋友喺日常生活裏邊多啲運用2文3語，通過遊戲同埋互動嘅學習，快速咁提升佢哋嘅語文能力。新來港嘅家長可以嘗試多啲同學校溝通，了解學校提供嘅各項支援服務，亦都可以多啲參與學校嘅活動，更好咁融入學校呢個社區。我哋嘅目標就係幫助每一位小朋友，無論佢哋係嚟自邊一度，都能夠喺香港嘅幼稚園裏邊快樂成長。我係大樹校長陳秋玉。如果你有任何幼兒教育方面嘅疑問或者建議，歡迎留言。記得唔好忘記點讚同埋分享，讓我哋一齊為每一棵小樹苗嘅成長加油努力。